嘿，大家晚安，大家好，应该听到我的声吼，应该无问题。好，安尼我先来甲大家小姐问，伊头绿库车上暗安欢迎你来，哇，格兰恩欢迎，暗安欢迎。你应该是我，应该讲是讲一个老爸，还是讲一个阿母？就是我的老爸，就是你的阿母对无？算是也毋知影算是兄妹，还是算是这叫做家弟？这可能是后摆爱冤家才会当解决的代志。总非得就是欢迎你来，好，阿正暗安欢迎你来。佮有卡米萨卡哦，先来小姐们，要去无用开大家又好，多谢。要紧，或者今仔日这应该嘛算突发，应该是有算突发啦，应该，这就是原底伫周表内底无嘛，毋过就是来食互大家听，今仔日要来食一粒做特别的粽，这粒粽是我的好朋友T第阿明，是我的好朋友阿明包的。家己包的，讲寄冷冻寄来，互我食看卖就对。真正足欢喜嘛，足感动。就是有一天，就是因为大家若是有看迄个 Minecraft， 有一个老人会系列嘛，就是或者就是用台语、用台湾话做伙算 Minecraft 的迄个，算是敢会当算系列，或者就是有固定，若是拜二，咱遮的人若是有拢，若是有用的，就会小少来算安尼。或者就是伫遐应该有记看到，就是我会甲阿明有做伙耍做伙讲台语安尼，所以或者就是伊嘛是我一个讲台语的好朋友就对。是讲最近较无用，所以我老人会 Minecraft 遐嘛较无咧耍，毋过有一天伊就 Discord 向突然一个信息问我讲，咱要食粽，我说哦，真好哦，就讲是迄个南部粽哦，伊个知影我上爱食南部粽。所以我就随着应和安尼，就才有即个机会，通好食到咱阿明的手艺就对啦。好，讲遐济，先来互大家看卖今日主角啊！今日主角毋是我啦，我无遐重要。今日主角是咱即个阿明的粽。我迄个今仔日才去取货，今天才取货的。因为阮兜就是阮的冷冻无讲做有位的，所以我想讲袂使糟蹋咱阿明的手艺，所以我就拖到今仔日才来甲伊摕倒转来。迄天有对着阿明包粽的台吼，对，伊阁有开迄个，因为对，顺线较贵气的，先打咱阿明的 YouTube， 互大家通好去订阅啦。小等者啊，阿明，咱阿明就是伫 YouTube 会开，或者应该会当讲料理台吼。0287暗网，哎哟，连你嘛向人拍台文，哎哟。真正是我的观众朋友拢足恐怖，或者我即马打即个网链仔吼，是咱阿明的 YouTube 频道，伊就是有时会开迄个料理杂谈，简单讲是料理台吼，有时会讲台语的，伊真正做够主食，有影，看伊迄个料理台真正就随迄个胃口就随着有吼，随着足枵的，真正的，所以真正足推荐大家通去看。我会记你若有follow伊的 Twitter 吼，若阵迄天的料理台是台语的，伊嘛会特别讲，所以有特别爱听台语的朋友吼，真正是爱去甲迄个眼仔爱拍开啦，眼仔爱拍开才袂或者啥，才袂闹交去吼。好，或者就是真正是这边安怎讲，足好运啦，有这个口福，通好食着咱阿明的粽吼，所以或者摕倒转来的，当然冷冻的爱先吹，阿辉敢会家己煮食，无啥会晓呢？进前是捌想过家己煮啦，进前咧咖啡厅做线工的时阵，因为伫遐食饭，若阵食因呢爱纳钱，毋是讲纳钱，就是你食啥，你著爱付迄个，或者迄拢是一寡3多1季，还是啥物？
也是甜路的，或者就是嘛无介绍，所以迄种家己煮啦，家己包便当去食。吼，啊，毋过我的便当拢足简单的，因为我无啥会晓煮，所以我拢煮迄种袂失败的。吼，比如讲啥物水沙马铃薯，就马铃薯放入去电话内底。电话就是有的人讲电锅，啊，毋过阮兜台南腔，所以阮拢讲电话，毋是电话哦，不是电话哦，电话是电锅。或者就是甲马铃薯放伫电话内底，啊，甲煮，啊，煮好熟，煮好熟了后要安怎？甲摕出来，啊，配迄个肉搭，吼，啊，配较好价的配牛奶啦，啊，无遐好价就免配牛奶，吼，啊，甲迄个做啥物？你着爱甲伊缀互迄个变做马铃薯丝安尼，就是马铃薯泥，啊，着安尼着通食。看厝内现吹能嘛会使，看厝内有啥物蛋白质，咱即个营养也是爱迄个小顾者，袂当干咱食淀粉啦。所以厝内上简单就是卵无毋对，啊，着配一个厝内若有卵会使配炊卵，啊，厝内无卵。啊，也是讲平淡，佮做一个炊卵的时阵，我就去买迄个地迄个卵，敢是安尼讲茶叶蛋，安尼就好。鸡胸肉迄是较好价的时阵才有咧食，啊有啦，有时啊会啦，因为迄其实嘛介好食，因为我有的人会讲迄个鸡胸肉做干做菜，啊，毋过我是袂安尼感觉，我无咧惊，所以我拢 OK。哦，酷臭暗暗环境，哦，你拢讲茶米卵。啊对啦，茶米应该较符合咱平常时咧讲的，是有影，应该讲茶米卵，对，无毋对，或者就安尼配，所以我敢有算会晓煮食，应该是无算。啊，毋过袂晓煮食，吹一下肉粽，吹好熟了是会使啦，吼，所以咱今日主角来，咱阿明兄的肉粽，这差不多偌大咧。想讲大家嘛食无哈，开始咧等啊。想讲大家食无吼，我爱讲好清楚，爱说好明，互大家较会当了解咱今日即粒粽是生做啥物形吼，食起来啥物滋味。差不多啊，毋是啊，我讲甲我的拳头母平大，你嘛毋知影我的拳头母偌大吼。好，或者毋是，看即张应该啊，毋是恁都毋知影我手偌大好，无代志，或者就是。要袂细粒呢，内底有啥物料？这上要紧对无？大家应该嘛都想要知影。我即摆是为着要食互大家看吼，我一喙都还袂食，我即摆真正都期待，互大家看卖吼。你甲迄个粽的迄个叶吼掀开，你着随着看会到，哇，内底这土豆足济呢，对无？大家应该看有吼，就是有诶，你若是去买吼，你若是伫外口买，伫菜市仔买，迄无一定，迄个做土豆无一定遐济，看起差不多拳头母诶大细，CCC，甲我拳头母差不多大。啊，毋过我是想讲，你嘛毋知影我拳头母偌大，毋知影敢有迄个参考诶价值，或者 CCC 差不多甲我拳头母差不多大，无毋对，先食一喙，土豆做芳，哇，足久无食着即味。因为阮遮较买无，就是较伫我心肝内较符合我的期待的南部的粽。我应该有甲大家讲过，我爱食菜粽对无？菜粽嘛是内底迄个土豆嘛是会包足济，哇，我著还袂食着其他的料，来，除了迄个咱迄个或者啥？或者土豆好食甲袂晓讲话，有影。除了咱土豆以外啦，内底真侪食料吼，佮有迄个菜粽啊，土豆无毋对，啊毋过今日即粒肉粽，即粒是肉粽啊，内底佮有迄个做两仁，咸鸭卵的两仁，哎哟，但应该看会到吼。虽然我迄个翕相，因为迄个光线的关系。翕相翕甲无介水吼，啊！毋过大家迄个目睭闭福金吼，较真足看，应该还是看有。两仁这外口买毋知影爱偌济。即摆迄个万项拢起价吼，即摆较罕得买会到迄个内底佫有包两仁。上无伫阮遮菜市啊，较罕得买会到迄个
较汉地买得有包2人的粽，嘿。啊，我敢会使提供咱粽啊相关图，哦，我会使啊，看你要搭倒位，咱上方便可能是搭我的 Discord 内底，你会使找一个适合的所在搭伫遐，我就会来看，是，欢迎，我的 Discord，大家若是要无伫我的 Discord 内底看我的迄个说明遐就找有，啊，遐是做欢迎大家若是有要讨论台语，无一定要讨论台语啦，啊，毋过可能有足侪人看我的台视，想要学台语，也是要交流台语的，会使去遐讨论，真欢迎哦，是。好，讲到倒位，讲到咱咸鸭卵的2人，我最爱食2人的，这是我因为阮遮的拢较，阮遮的菜市啊，拢即摆豆啊，迄个拢无咧卖，有咧包2人的，啊，毋过我细汉时最爱食。所以这对我来讲是我真正是细汉时上欢喜，就是食迄个肉粽内底的2人。前一阵仔迄个51要到的时阵嘛，是有看到足侪人伫 Twitter 顶面小讨论，就是家己较爱食内底有包啥物物件。我有看到足侪，有的人讲介意内底有包栗子的，有人讲迄个内底若无包栗子的，感觉迄粒粽就无意义安尼。啊，对我来讲，可能就是有包2人，对我来讲，即粒粽就雄就变甲3倍好食安尼。敢是安尼讲？内底有啥啊？有一个我无翕到，哎哟，因为我迄个，我想讲我甲剁互喙嘛无好看，所以我就切一刀尔。啊，毋过我即摆才发现内底有香菇。内底有包香菇，芳，食，足芳，哇，大家敢听着声？啊，毋是恁食饱未？敢有人还要食暗顿啊？直接听我食粽的，敢有遮可怜的？应该无吼，应该无人安尼苦毒家己吼。恁。毋管是迄个厝内粽妖足济爱斗消的吼，还是食粽食甲足咸爱去买别项的，袂使枵着哈，袂使枵着哈。无我敢若会当讲迄个我食粽，恁会当配饭安尼。阿酸是毋是啊？你粽有来对无？我会记你粽有看到你，虽然粽人较济，粽迄个咧爬灵圳的时阵。迄个人足济，所以有较晚来的，我就无小少问到，较歹势。啊，毋过昨有看到你，我会记你前一阵有，应该是讲有一阵无看到你啊，欢迎，足久无看的。你个小三安怎？你无食饭？安尼我要讲啥？你会使配饭？你哪准备暗顿？哪对我的台啊？哇，安尼你嘛算是较晚食暗顿是吧？我毋知啦，大家人惯势无共。虽然我嘛无固定啦，我嘛是看我迄天开台开啥物时间，才决定几点食饭。是，就去遮辛苦，我真正佩服，因为就去遮上哪像嘛足够熬煮吼。大家若是有伫我的 Discord 内底看会到足济，就是刘克车上的主食啊，佮有迄个阿正嘛会破足济，就是一看就是厝内要安怎讲，都毋是外口买，就是厝内煮的。而且伊个会找迄个迄个有造型的馒头，馒头啊，足够水，真正足够水，真正足推荐，真正会使去看。哇，阿酸要脱离迄个高中生啊，啥？恭喜！好，我今要宣布一项最重要的代志，我要来食饭，毋是饭，我要来食内底的肉。哇，大家有看到迄肉足肥吼？伊是迄个啦，一半是肥的，一半是正肉。哇，上期待迄个粽内底上重要，迄个上介有滋味的即个源头吼，来食这肉。夭寿，我袂晓讲话。歹势，大家咧恭喜阿酸毕业的时阵，我咧顾食粽，歹势。毋过互我切一下目屎，真正是
多谢阿明，好，来甲大家讲话。好，恭喜有考调满意的大学校，恭喜！安尼咱即个大学嘛是做好耍的哦。像无我家己的经验是读大学甲进前的迄个，就是高中啊、国中遐的迄个感觉，拢算是差较济。就是讲国校啊甲国中可能无差遐济，啊国中甲高中嘛无差遐济，啊毋过高中到大学我是感觉差足济。期待啦，有足侪人拢是大学还未出业，就已经开始做有成就啊，对无？哪像有足侪 VTuber 朋友嘛是，也是大学生，啊，毋过就已经小可有成就啊，佩服，可能看你大学时阵，哪读册，哪来迄个，要安怎讲？哪来找看觅家己较爱做啥物代志？这嘛是。好啦，这嘛是大家人的人生拢无共吼，期待你若是有愿意甲大家分享，你嘛会使甲大家分享，但下要去后山可能嘛无做好耍，安尼呢，无一定啊。我感觉敢有好耍嘛，是看你安怎来利用你的时间啊，对无？这个包仔馒头有够有够水，是真正做推荐大家去看。我一直做期待，就是毋知影迄个后摆个有啥物，个有啥物造型的，个有啥物。无共形体，有时是古水的动物，对无？做侪时阵拢是古水的动物，真正做古水，而且迄个要安怎讲，就是古水看起来嘛足好食，若想讲若是有囡仔人，一定是会足介意，会以食为天，大喙食落去，是大喙，毋过这好食真会讲，这伤大喙就会讲有淡薄仔无彩，就是想要慢慢体会安尼，恁讲做阿辉馒头有影无哦？想要看，这种 fan art 应该是人足特别的 fan art。其他海信者拢是恁不准开讲家己的物件，我才哪会颠倒？我的台规应该有写吼，也是我无写，或者我是想讲袂要紧啊。这开讲是会叮当，对我的流浪度有帮助，所以无差啦。我嘛袂因为安尼就伤心，哪有差？我这度量足大诶，无差。我无写吼，袂要紧啦，或者就是恁会使伫遮讲家己诶。恁若是有人迄个足欢喜，我嘛会足欢喜啊，就是对啊，这套啥？而且今日就杂谈就无一定有啥物固定诶主题啊，杂谈就是恁若想要甲我开讲啊。我若对会调吼，有时恁话题我若对袂调，我嘛是无法度。我若对会调，我就参与吼。我若对袂调，我可能就讲我家己的，我嘛毋知啦，应该是对有啦。就是你家己开台会使啊。无啦，这看个人的规划啦。开台嘛无一定要做 VTuber， 有人介意做 YouTuber， 用家己迄个原底的面出来，嘛有人是。无互大家看到家己的面，毋过嘛无一定爱有 VTuber 的批，因为迄成本嘛是有时啊嘛是袂少，所以大家人的规划无共。毋过我是讲，你若是会晓台语你有要是爱食者，无冷气就拍算吼。我安尼讲话，你应该嘛听有无甲金伯小姐问着，金伯欢迎，安欢迎你来。恁的粽食了未？恁兜的粽食了未？也是还咧烧？欢迎，好，讲到倒位去？家己煞袂去？豆腐水，安尼嘛欢喜个豆腐无代志。毋是讲到倒位啊？哇，讲半步，真正毋知讲到倒位。袂要紧啦。咱报道就是黑白讲吼，黑白看袂要紧，好，想无要讲啥，先来搁食一喙啦。肥肉好食无？好食，头拄食到要流目屎的。我讲有影，真正足感动。直接嘛公开甲阿明说多谢，真正足感谢阿明，就是伫迄个5日节，佮想着我，佮
佮知影我上爱食南部粽，佮特别甲我提醒，讲南部粽哦，南部粽哦，你敢有要爱？哦，真正都欢喜，真正都欢喜。真正做好食啦，是咧，是咧，真正是食甲袂晓讲话。土豆足济呢，我即摆就是食着迄内底有饭、有土豆、有迄个两仁，这哇若是，敢若这三项按足大我嘛是食得了，就是要安怎讲？迄个做华语讲很下饭吼，饭本身很下饭，一声好啊！这真正会当口食，听我讲干嘛真芳食？真正都好食，真正都好食！哇！那伊若有咧卖粽，我真正会当，逐礼拜拢买哦。我真正会当逐礼拜、逐个月固定家订哦。哇！我甚至嗨，于是5日节快乐！虽然严格来讲应该是粽吼，毋过，多谢，嘛祝你5日节快乐！足好食。毋是，于是恁兜粽食了未？现在应该足侪人厝内的粽要食袂了吼，对吧？于是最近有出 cover， 但是伤好食，我毋敢放吼，歹势，好食我毋敢放，所以。请恁着忍耐者吼，尤其是有人要咧传暗顿，要无法度食饭的，真正歹势啦，真正歹势，毋是调工要食互你听，毋是调工的，请你原谅。我即摆人生足圆满的，食到遮好食的粽，你两种拢食，我是较爱南部粽，自己嘛毋通食伤济，是袂当讲3顿拢食粽，真正会袂消化。我家己是足爱南部的粽，嘛足拄好的是阿明嘛是包南部粽，是。恁兜即摆敢若阿嬷朋友送的尔，是哦，安尼都袂讲食袂了是无？北部的就是3D 油饭，是无毋对，我嘛是安尼想。肉粽单位要安怎讲？我毋知呢。敢毋讲一罐？敢毋讲一罐？就是你就是罐伫手内一罐呢？敢有安尼讲？我了无确定。因为阮毋知影大家敢知影吼？阮兜其实无啥咧讲台语。阮兜是我较咧讲台语，其他的人颠倒是大人无一定有咧讲，所以我嘛无啥物机会为厝内来直接学啦，过去一顿会当食5粒，哎哟，毋过真正食着好食的，食5粒真正是食会落，一定食会落，吼，比如讲阿明，即个粽真正是会食到迄落呢。好做意犹未尽啦，华语有做意犹未尽迄种感觉，就是食了迄个香味伫迄个喙内，咬咧香，毋过煞已经食了啊，无伊的本体会当搁继续剥继续食，都一种都太无啊！即种感觉，一包还是一罐了解，拢是20粒是啊，一包嘛是20粒一罐嘛是20粒原来是安尼，应该拍开学院书店查看卖要未出 Android 的原来是安尼，因为我伊敢有电脑版？因为我有一个系列合作有一个系列合作啥？合作基站共共上我有一个旗舰共赏的这个系列，就是会带大家做伙来看一寡，做伙来看一寡甲迄个台语较有关系的网站
明仔载就是拜一的时阵吼，明仔载要来看 Wikipedia， 咱来做伙来斗编辑看卖。啊，毋过我还袂带大家来看迄个乌圆对，因为我嘛是用 Android 的，我手机嘛是用 Android 的啊。我毋知敢有电脑版呢，我要无来看卖，好，为的就是好啦，后摆有机会嘛是应该带大家来看吼。大家若是有啥物特别想要我来看的，迄个台语相关的网站嘛，会当甲我讲，这阿辉拢是欢迎大家来下愿啦。恁若有下愿的，我若做会到，我若时间会使，我尽量配合尽量实现大家的愿望吼。我正做一个，或者肉粽精灵就出来实现大家的愿望。好我食了的呢，食了敢有做空虚的？恁敢会安尼？就是一个做好食的物件恁可能期待足久总算食着了后，食了啊，就敢有做空虚的。比如讲今仔日即个食阿明的肉粽嘛是即种感觉。毋过伊是寄2粒互我毋过我有1粒还袂吹，因为我想讲，互灰色食看卖。伊即摆咧上班，可怜，所以，大家讲足可怜的，要咧上班。我想讲，等伊下班了后，看是互伊做宵夜，分伊食看卖安尼啦。因为想讲，哇，难得有即个，我足期待。事实上嘛，真正足好食的粽，想讲，爱互伊来感受一下南部粽的迄个，叫做啥？伟大，伟大是，雨辰，欢迎，阿曼，欢迎你来，确实会确实会是，这可能大家拢有这种体会，对啊，爱分享一下，还有这，一人一半，感情才袂散，对吧？我真足介意这句，我讲这句足古锥的，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还是啥物情。也是迄个较凝纯的感情，拢会使。阿峰安，欢迎安，我已经食了啊，足空虚的。是今日是即粒粽会有即种感觉啦。有些是我可能做想要食提拉米苏，还是做想要食摩卡的时阵总算食着，拢会安尼，不止空虚就足艰苦的一人一半，小井无够看。佫有安尼这我毋捌听过，好，我随写起来。水甲，踢着，水记起来。有时咱俗语话就是安尼。有个人知影，有个人毋知影。咱交流一下，讨论一下，是讨论一下，就互相学习，就捡着愈来愈侪。你家己黑白讲的毋是黑白讲嘛真好啊，有道具就足水啊。我嘛是不时会介意，就是来做一寡创新的俗语话，家己嘛讲心识啦，嘛是内底嘛是有咱这个语言的水伫内底有这个咱语言的一寡特性也是美丽嘛袂歹阿峰今日食着菜粽，哎哟，我足久无食菜粽啊我毋知影迄个何时何日何月才有机会，才来甲我的菜粽团圆有机会一定甲大家分享好食可恶是安怎可恶？你是对菜粽有啥不满，还是你是安怎？像做爱可恶？食肉粽的空虚，敢是欠东泉酒？你是安怎？逐摆拢爱甲我推荐东泉，是安怎？无咧，我食粽较无咧，食肉粽较无咧配酱的呢。我拢是菜粽是一定爱温迄个啦，一定爱温迄个酱啦。毋过我食肉粽的时阵，通常是袂搁另外加迄个酱呢。而且今仔日即粒内底迄个料都足澎湃，有迄个有肉土豆嘛不止济，佫有迄个两人已经足够味，足有味啊！所以我是感觉毋免另外配酱。即讲家己黑白讲的，毋通当真，会使啦。有道具意思有通就好就会使的。南部应该土豆腐是菜粽嘛是一定爱，
对，食菜粽的时阵，就是爱迄个酱啦、土豆腐啦，拢爱啦，拢一定爱。啊，我上介意的迄个粽内底啊是啥物？应该是两仁。嘿，头拄仔有小甲大家念两句，就是讲我细汉时最爱食内底有迄个两仁的粽。嘿，啊，毋过我毋知影是安怎，阮遮就是即马拢较无咧卖，阮遮的菜市啊，较买无迄个有两仁的粽。嘿，可能咧起价啦，就袂见做还是安怎？嘿，所以就一直拢做无机会食到。嘿，啊，毋过我真足介意内底两仁，是两仁伤贵吼。应该算是成本足悬的，反正比毋知影敢有比迄个猪肉较悬吼。啊，毋过内底若无猪肉是真正袂使啦。名号做肉粽，内底无猪肉，真正是无度交代吼。所以肉应该是一直拢会有。嘿，啊，毋过两仁对啊，有足侪人就是可能感觉讲两仁足贵，就规气就卖包，嘿，就拢卖做有两仁的安尼。嘿，今年嘛要食到有两仁的哦。对啊，我已经足侪档拢无食到有两仁的，是，咱阿明真正是下档本啊，下档本咧包粽，什么对当怎讲有不切实际？什么有做不切实际？什么意思？毋是讲不切实际哦，什么幻想？什么意思？你是想要甲当怎创啥？卖好白来哦！你若是咧考虑敢爱，我拢是建议先买哈。安尼敢有算倒句？敢会当算是新时代的俗语话安尼？啊，若加半粒两仁，一粒粽价少爱过40块以上。是，对，即摆若虽然是真正做罕得看，啊，毋过若有看到有包两仁的，通常嘛是包半粒。嘿，阿明的粽毋是呢？一粒呢，规粒的呢，规粒两仁呢，真正系当本呢，啊，真正食甲足爽的有影哦！我真正毋知影要安怎表达我的即个感谢之情哦，真正是敢若会当请大家多去甲阿明支持吼，去看伊的 YouTube， 看伊的 Twitch 吼，多谢大家，真正系当本，月饼的两仁。月饼，对啊，是安怎月饼通常有两仁的腰，哪像腰是四常看会到呢？啊，是安怎粽都无？是安怎粽的两仁都真正离开这个世间是啥物意思？有影，通好发起这个干两仁幸福粽的运动，来抗争，来抗议，来，应该爱招咧，来抗争，来甲大家讲这项代志有偌尔重要啊！肉粽无包了的两仁，换月饼来包，干安尼？安尼爱放3个月啊？敢袂放伤久？爱确定呢？哇！开台半点钟，粽就食了啊！咱这个人生无意义啊，是要安怎？来，大家通好来开讲。哦，若毋知影要讲啥，咱今仔日就准煞哦。即摆食了真正伤空虚啊，空虚甲毋知影要安怎。开放大家下愿吼，有想要看我做啥物节目，想要叫我创啥吼，会使讲看卖吼。我会听啦，敢会做无一定啦。若有才调做的，有法度做的，就有机会一定。若无法度，就才甲讲。佮传我食食来食，好啦，来啉水。对啊，我即摆房间内底无啥物通好食的呢，即摆四小啊嘛无。我想看卖。好啦，哇，安尼就真正甲大家无话通讲哦。敢是安尼讲话？真两年，安尼恁爱等足久呢？
嘿，我即摆离灶骹较远，嘿，我若去煎一粒卵，恁爱伫遐迄个，哎，做无物件通看足久，嘿，好啦，袂要紧啦，咱你今仔日就是嘛是做临时吼，嘛是做临时的，原底无伫周表写的，啊，就做临时的，想讲好，食互大家听，所以小开一下，吼，袂要紧。咱有时啊缘分就是缘分，有时啊就较短我想讲，我若小等关台，我头拄仔敢是讲关台，我乃我无食伊你的喙烂哦，无哦，毋是恁想的安尼哦。虽然有个人咧黑白画图，毋过代志毋是恁所想的安尼哦。我无对不起灰色哦。我想清楚，莫黑白讲话想清楚，好好讲，看讲，无啦，就是迄个定斗阵开讲，定做伙算，就会互相影响，对无？无代志，你也着无喂。或者就是我若小等，我头拄讲啥？我若来关台，我若来关台，我着通好来剪即个或者街访的系列，对无？街头访问的有一礼拜无更新啊！恁敢有发现？敢有做笑脸的有无？无嘛莫讲出来，我会伤心吼。有会使讲，恁若无咧笑脸的，莫讲。有吼耶！多谢这个捧场吼，有好，是。好，有笑脸吼耶，好欢喜啊，哦，真简单的欢喜。好啦，我若真正嘛放大家去好困，有点今仔日嘛无特别准备足济，就敢若准备接送互大家听尔啦，所以可能若硬要拖嘛是对大家较要安怎讲，无照顾到大家看台的体验嘛无啥好，哇，是拢有暗欢迎你来。哇！你才来，我特别关台好啦我嘛食伤紧吼，有影，这真正是歹习惯啦，就是一直毋管是食啥物物件，我一直拢食足紧的，毋知影是安怎呢？惊我歹消化吼，袂要紧，这是各人作业，各人担。我嘛是毋知影要安怎搁倒句哇！我真正是有写词的天分好，家己保袂超车，好无代志。好啦，我来看卖我家己的手表家己无背起来。来甲大家预告看卖后礼拜要创啥好啊？来，明仔载基站强上。最近来写台语的 Wikipedia 毋过 Wikipedia 要安怎编辑我还袂研究，小等先来研究，无明仔载就绕开吼，明仔载就无好看吼，就歹看好。过来拜三来算猪嘛，恁敢有算过猪嘛？迄就是有一只四脚还有做啥？一只水鸡。是张钱，无确定，反正就一只水鸡，就是会吐迄个吐球有无？吐球就是共色的球，若有3粒就会消去，一个足简单足经典嘛，足古早的 game，Storm 挂足久原来是安尼，原来是挂足久，即摆才讲话了解，多谢。到挂台，敢有传达无签有较济菜色来食？
啊，中昼的时阵有，嘿，中昼的时阵厝内人有炒3项无共款的菜色啦，所以就因为迄个粽就是足济要咧烧啦，大家拢要咧烧，嘿。所以嘛是想讲，既然都已经食粽啊，应该是爱配寡菜色，开当消化，嘿，所以有炒3项，要食无了，所以暗顿继续拼呢，嘿，所以小等反洗，若个食会落反洗，才来甲遐菜色食咧吼，帮助一下消化安尼，嘿，好。是，猪嘛，就是无毋对，应该算经典的消消乐啦，算足经典的。我就是大家若是有咧用 Steam 就知 ，Steam 真正足酷酷，就是不时就有一寡犹太吼，看到犹太的时阵，原底可能无遐俗吼，毋过伊甲拍甲迄个，比如讲两节吼，是安怎的时阵，你就会足想要买安尼。嘿，所以的足久以前有一届是迄个辱嘛拍甲足俗的，迄阵我就先买起来，一直无机会耍，互大家看，所以就讲好来耍者。过来是拜五上紧张的是拜五暗时5点唱报歌。大家知影报歌啥物货？报歌是较古早的啦，就是安讲。古早人做事的时阵吼，可能做拢是体力的工课啦，比如讲挽地啊，还是啥物的，还是伫迄个餐园内底做事，做事的时阵会当小要安怎讲，做一下消遣者，就是做一样啦，就是会唱歌，就是会算是。男女安尼对唱安尼较古早或者报歌啦，报歌这种物件嘛足适合，就是配乐琴，毋是乐琴，乐琴，你讲啥？配乐琴做伙来，就是演奏安那唱安尼。毋过我即摆足紧张的啦，因为我迄个乐琴练甲哩哩落落，所以毋知影拜五到底会放啥物菜出来互大家听吼，所以。我加油！过来上要紧的啦，毋是，佫有一个嘛是足紧张的，就是拜六的时阵，哇，我是安怎开的？拜五暗时5点，佫有拜六暗时6点吼。拜六暗时6点要来看大家变数，大家是毋知影要去倒位豆果的，恁小等，搭互恁通豆果。哇，点甲倒位去找着啊！弟姐啊！来，等下走袂出来，好走出来。当然会出菜好，感恩。无菜会使食粽的叶啊，你要确定呢？迄到底是帮助消化，还是互你的消化更较凄惨？我毋知哦。来，这好康的。欢迎大家甲恁兜的便所豆果，互我看，互我片芳一下，好无？拍袂开呢？这个网链啊是死的，小等哦，重打一解，太安尼，还歹势，小等者。哪安尼？食粽的叶会见着呢？还是你爱甲切切咧，还是拍做果汁吼？你若拍做果汁，我嘛摕你无法。你家己承担吼。好啦，即摆应该正常啊。拍会开好。欢迎大家会使豆果恁兜的便所，互我看卖生做啥物型。若是便所的叮当会使啊，你看要录影还是安怎？你若真正要录影嘛是会使啦。便所的叮当哦。你会使我毋知，你会使尽你的能力，尽量去记录看卖，尽量去甲记录起来，互我知影恁兜的变数是有偌尔特殊，好无？会得就是安尼，就是伫拜六暗时6点，即个有个人会开始食暗顿的时间来带大家做伙来看变数，好，就安尼。
我想要甲大家交代啊，交代的物件嘛，交代煞。对，啥物40多档的变数有啥物好看？我嘛毋知。对，好，无我甲大家讲一下，我是安怎想要开这个台好啊啦。就是有足侪 VTuber， 毋是拢会开一寡迄个，或者就是做伙来看物件的台嘛。通常可能拢是看观众朋友的房间啊，看观众朋友的迄个桌啊，看观众朋友的啥物，搁有啥物，好，想无，或者通常拢是即种的嘛。我想讲好，我阿慧呢？阿慧就是爱舞一下较特别的，对无？阿慧就是爱舞一寡迄个，互人一看就想讲太安尼，即种物件，所以就想讲，对，变数耶，对，变数嘛讲西学应该是可能较古早的讲法，对，变数应该是为日本话来，这应该是无啥物通好争议的啦，应该是真合理。或者对，西学较像茅坑迄种的，是即马人应该拢是讲变数较济，较现代啦。或者是有味道的气话，对。就想讲，毋过其实我感觉观察大家变数嘛，有影是一项趣味的代志。我有一个我细汉的时阵，厝内有一寡册，就是伫厝内嘛无聊，就会去就是黑白显啦，看卖安尼。迄阵就有一本册，真正是专讲咧讲变数的，我感觉足特别的。迄本册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写册迄个人，伊足介意去研究无共的变数。伊就是去足侪有名的人，就是有名的人，可能名称啦，也是伫其他的领域有名的人去，就出名的人去引导去。看因的变数安尼，伊个画图，伊个画迄个，是，真正是一本变数变数的册，是，就是特别介特别伊就是会甲迄个各位迄个出名的人，因的变数的迄个环境画落来，佮有迄个图拢会记录起来。有啥物较特别的物件，伊嘛特别就是用文字去描写、去记录。伊内底嘛有一寡有几页是咧讲一寡古早的变数，比如讲啥物2000当前，伫迄个罗马的变数生做啥物款，因是安怎来使用，安怎切尻川拢有写，这嘛是介特别，所以我就想讲，好，变数这个主题其实嘛，应该是有足侪物件通好讨论，通好探讨安尼，所以就想讲，好啦，会使做这个主题安尼。看观众的鉛笔阿爸，可能嘛是会使啦，我是无想到，好或者这种的，我后摆再来想看卖有啥物较怪奇的吼，有想到较怪奇的，再过来招大家投稿哈。要有机会，一定是要有机会。或者就是请大家多多把握这个后礼拜六南宁可贵的这个 VTuber 带大家看变数的这个机会有愿意分享的，真正都欢迎大家带恁的变数的相片，我来片芳一下变数是好文明是。有变数就毋免伫路认黑白帮，是，好，安尼就要甲大家讲再会啊！大家明仔载会记来看我写迄个来斗编修即个台语版的 Wikipedia， 好无？请大家来多谢啊！迄天明仔载应该就是看我想到啥我就查看卖，看台语版的敢有人写若无我就来翻译看卖，还是写看卖安尼。可能为英语的来翻，还是为中文的来翻，可能较紧所以可能安尼做。你若是有特别，就是想要甲我分享，还是想要爱我来编修的一寡主题，恁嘛会当。明仔载遮来提供者，若无嘛袂要紧，我家己有先
小想看觅有啥物我较会晓嘛，较有兴趣的，有。或者就是安尼，大家讲再会啊吼。伊托着客车上变数再会好，多谢。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再会，拜拜，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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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要袂食饭诶，紧去食饭哦。再会哦。